朋友好！哇，丑不腻啦！你看了样片以后啊，昨天我们看了故事以后呢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菜色乖出，他好喜欢去学校他很喜欢去学校，对不对？那么，有想来吗？你们有没有想我啊？我也很想你们呢，所以根本我的心情动伤心，所以今天我的心情有一点点伤心哦，没有，很伤心，动伤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懂上一的，就像曾庭群说，他很想熊欣赏，很想盛欣赏、廖欣赏、林欣赏一样呢。所以他的心情动伤心。香香老师说要先复习一次心情歌哦。好。哈哈。动动。用来叫。为上手，动欢喜，哈哈，生气气，爱叫，为上手，动胸，哈哈。动动，用爱叫，为上手，动伤心，哈哈，生气气，为上叫，用爱手，动伤心。哈哈，动动，用爱叫，为上手，动快乐，哈哈，动动，用爱叫，为上手。那昨天呢，我们的菜色乖出里面呢，他说啊，他很喜欢去玩游戏哦。好，那你们还记得吗？你们呢？你都懂欢喜的时间为什么很开心来学校呢？嘿，因为不行讲，不爱团，让我猜猜看。我知道了，爱迪嘞。是因为做的搞啥对不对？搞啥玩沙子，搞啥好，来讲两摆哦。好，那再下来呢？再过来什么嘅呢？我再想想，还有，吃点心，吃点心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再来说一次哦，共两拜，熊欣赏都3次，太多了，冲都拜嘞，2拜就好了哈。嘘，不能说是我说的哟，总得讲哦。来，我们说2次就好哈。来，吃点心哦，吃点心。好棒！再来，还有哇，我们喜欢听故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讲一次哦，听故事哦。唐人讲故，
来，一样两摆哦，共用两摆哦。哦，还有，还有啊，圣先生啊，最喜欢叫我们去运动片，最喜欢叫我们去操场做什么啊？噔噔噔，嘿，对啦，赛跑。好来，走上脚，走上脚，两边咯，来，预备起。哇，好厉害哟！还有，还有嘛个呢？想起来了，我们心情狗里面的跳舞，对不对？我们好久没有跳舞了，没有一起看天师跳舞嘞。好，来，那我们来说一次哦，跳舞哦，跳舞，跳舞。啊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来学校做的老朋友穷哈告，跟你们一起玩。哇，这一句有点长哎，那我们先我先说3次哦。老朋友穷哈告，老朋友穷哈告，老朋友穷哈告。好，换你们咯，一样哦，两摆哦，2次哦，预备起，老朋友穷哈告。哇，可是呢，我听说啊，有一些小朋友的老朋友穷哈告给世界会熊大，熊大。熊大就会咚咚发现哦，熊大就会咚咚发现，不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们不要学那个坏小孩，不可以，做唔得咯，做唔得老朋友熊大。那你可以推人吗？做得送人么啊？做唔得咯，也不可以送人，因为你送人的时候，人家会动送心啊，这样记起来了吗？记起来吗？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哦。好，所以今天的练习的就是要说。你做嘛给懂欢喜？你做嘛给懂欢喜？你为什么很开心呢？好，那你可以说，因为做得搞啥诶？因为做得搞啥诶？你也可以说，因为做得跳舞，因为做得跳舞。还可以说，因为做得吃点心，因为做得吃点心。好，那你还可以因为什么你会很开心呢？欣赏还有我阿峰，欢迎你们继续分享影片给我哦，期待你们哦，嘎哦，我从不爱哦。现在俩下。你又会来看分享样片的时间咯。现在我们又是来分享影片的时间咯。今天会有哪一些同学出现在我的影片里面呢？那么，你就来看咯。恰。我们拜托沈老师来学校录影，然后呢，帮我们回味一下你希望要好感的那个。这个应该可以连得上去吧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做的哦。然后先让他欣赏要用念力哦。来，我们一起来想想看，我们来用脑波，很圣欣赏哦。好，来，圣欣赏，圣欣赏，拜托，圣欣赏，叽里咕噜，最 bright。
这边玩。哇，圣经上它真的出现了，很单的就迷你拍样片，圣经上呢带着他的溜滑台。溜滑台，大家想想啊，搞的溜滑台，你们最喜欢那个线上头的最上叫哈，搞嘛梅花的时候，你的就这个时候溜滑台打狗你对不对？你们都跑到溜滑台，都跑到溜滑梯上面，线上就不可以上去溜下来，就专门溜下来去。妈妈我也有溜就下水了，你们就跑走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香香老师有下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去玩梅花几月开呢？历史上做的够一高呢。溜滑台，第二个呢？告啥耶？晚上告。就眼睛打开喽。现在木足闪闪，眼睛闭起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对嘞。木足做对，打开来了。好，圣经上呢特别的。先生，根本段来段分析。사구 야랑 편에는 사구 무슨 사구 편에는 유유 사구还绕着语，他那摸木足一个一口追数六，拜拜。拜拜，张来了。